喺網上面睇到一位叫 Pastor Verlet 講關於睇鹹濕資訊嘅一個教導，點樣可以勝過。我之前亦都有30幾年睇鹹濕資訊，傷害成萬個女人，但係依家我已經有12年冇睇啦。我係點樣做令到自己唔再睇呢啲鹹濕資訊呢？第一就係親近神，每日用大約1個鐘嚟到靈修、讀經、禱告同埋敬拜神同埋聽聖詩。另外平時都盡量將大部分嘅時間都浸淫喺神嘅話語、神嘅真理、神嘅愛裏面，例如聽聖詩啊、睇屬靈書啊、喺心裏面背經啊、默想神啊，呢啲都大大對我哋一日點樣可以抵抗呢個魔鬼呢一個色慾嘅毒勾我哋落地獄嘅毒勾嘅一個好好嘅方法。願弟兄姊妹每日都靠近神、親近神，因為神喺呢一個雅各書4章應許，凡親近佢嘅，佢就必親近我哋。如果大能聖潔嘅神親近我哋，魔鬼又點可以埋我哋嘅身，用佢色慾嘅毒勾我哋落地獄呢？你必能勝過呢一個睇鹹濕資訊嘅呢個罪，呢個勾人落地獄嘅罪。願我哋每一位弟兄都聖潔，因為神講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奉主耶穌名祈求，阿門。